谁说男孩子不爱美？你见过这样的吗？这些都是来自苗疆深山的苗族男装，而这都只是冰山一角。自从九妹出了苗族女装系列之后，好多网友都来催更苗族男装，今天就来交作业了。苗族服饰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书和藏在深山里的高定，苗族女装多达200多种样式，而苗族男装甘当绿叶，也敢与姑娘们比美争艳，百花齐放。苗服简单划分可以分为2类：日常装和盛装。按照方言划分，可以分为东部方言、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。色系主要分成3大类：黑底、蓝染底、织花底。东部的湘西苗族男装主要是马褂，受到民族融合的影响，有很多明清元素，简洁大方。中部的黔东南苗族男装主要是纯色套装，辅以银饰、刺绣。其中以百鸟衣最为有名，5年桑蚕吐丝刺绣才能制成一件，兼具纹样造型之美，工艺之精，匠心之巧。唐朝时，黔东南苗族首领谢元琛身穿百鸟衣觐见唐太宗，惊艳四座。唐太宗还命大画家阎立德画下了会府鸟章《王会图》。西部苗族男装以刺绣为主，还会辅以珠子、羽毛等精美配饰。在泰国、老挝以及美国的苗族男子，他们对美的追求完全不亚于女性。在贵州从江一带，这里的苗族男装可以说得上妖娆和艳丽，头上甚至还会簪花。如果你觉得簪花是女性的专属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男子簪花自古有之，到了宋朝更是全民热了。上到文人皇帝，下到卖货郎，大家都爱簪花，而且跟着四季变换，簪花的种类也会跟着改变。宋代大文豪还为此写了首诗：人老簪花不自修，花衣羞上老人头。当然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现代的苗族男装也衍生出了很多的蜡染、刺绣马甲和西装便装，更加日常和简洁了。你更喜欢哪一种呢？